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無雙甄姬嘅實測。佢嘅技能可以喺基數回合有機會發動主動戰法之後再發動多一次，呢樣嘢可以令到呢一個武將變得好有趣，變化可以好大，可以打輔助，可以打輸出。佢可以喺同一回合入邊發動需要冷卻嘅技能2次，因為冷卻一回合喺下一回合先至開始，所以喺同一回合發動2次就唔受限制。咁所以臨機、草船呢一類要冷卻一回合嘅技能，佢可以同一回合發動2次，而喺下一回合依舊要冷卻一回合。舉例，如果以打輔助嚟講，用刮骨就可以補2次血，淨化2次，亦可以配萬軍打控。正常呢一招技能喺出完1次之後就會冷卻一回合，而甄姬一個回合可以出2次，變咗有機會可以控到對手2個人2回合。甄姬嘅4圍唔係咁好，但係佢打輸出都係有可能。只要佢配上奪魂給對手2次4圍，智力就唔會太差。再加埋臨機觸發2次就有機會出現叛徒，無視防禦，輸出可以好驚人。而佢嘅技能另一個功能就喺偶數回合可以獲得規避，喺2紅全加魅力嘅情況之下可以推到80幾個%，令到佢有唔錯嘅生存能力。喺隊伍配置方面，由於佢嘅主動技能可以喺一回合出2次，喺呢方面同 SP 國家有唔錯嘅聯動，可以增加 SP 國家嘅輸出。咁所以我就做咗 SP 荀、SP 國同埋甄姬嚟做測試。SP 荀喐1速全智力配竭力刮骨，SP 國家全智力配奪魂上兵或者重智，甄姬全魅力配萬軍同埋臨機。因為呢一隊冇打控，所以我甄姬就配咗萬軍用嚟打控。而臨機就可以用嚟補一下輸出同埋燒騰甲。目前嚟睇，甄姬組隊嘅變化比較多端，而且官方有免費送一隻，大家不妨研究下佢嘅組隊。跟住落嚟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